每个人都会有伤痛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触及伤痛的勇气。有些伤痕葬久了，就会成为生命中无法抹平的伤痕。同情怜悯只能治标，鼓励信任才能治本。只有用爱勇敢地面对它，才会使伤痛减半，快乐倍增，使生命充满阳光。请支持我，请点击 subscribe， 再按小铃铛。按这里看更多同系列影视。